陪你讀新約。4月24日，陪你讀新約，路加福音16章1至18節。不義的管家。耶穌又對門徒說，有一個財主的管家，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。主人叫他來，對他說，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？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裏說，主人辭我，不用我再作管家，我將來做什麼？鋤地呢，冇力，討飯呢，怕羞。我知道怎樣行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後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。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叫了來，問頭一個說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說100簍油。管家說，拿你的賬，快坐下，寫50。又問一個說，你欠多少？他說100石麥子。管家說，拿你的賬，寫80。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，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。我又告訴你們，要藉着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，到了錢財冇用的時候，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裏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義，在大事上也不義。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，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？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，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？一個僕人不能侍奉兩個主，不是惡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瑪門。律法和神的國。法利賽人是貪愛錢財的，他們聽見這一切話，就恥笑耶穌。耶穌對他們說，你們是在人面前自稱為義的，你們的心神卻知道，因為人所尊貴的是神看為可憎惡的。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，從此神國的福音傳開了，人人努力要進去。天地廢去，較比律法的一點一畫落空還容易。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；娶被休之妻的，也是犯奸淫。